一啲環保材料唔多唔少都犧牲咗一啲效能，可能會令人卻步㗎。不過啦，隨住製作技術提升，品質都越嚟越進步，即使物料同埋製作過程變得環保，都唔需要擔心效果打咗折扣啊！呢一次裝修解密介紹咗一種嚟自冰島嘅油漆，標榜住製作過程冇涉及有害化學成分，對環境、人類都更加健康。傳統我哋油油啦，嗰啲乳膠漆咧，通常都會有一個問題嘅，就喺牆身某啲位置咧，就會出現一啲開裂啊、裂紋嘅情況。就算你補咗都好啦，久而久之咧，佢又走翻出嚟喎。係啊，牆身裂紋咧係常見嘅情況嚟㗎啦，好多人都想防止佢出現嘅，尤其是喺啲燈槽啊、窗簾殼啊、木同磚牆碰嘅位咧，好容易有裂紋嘅。咁最理想咧就係用而家新出一啲油漆配方咧，油漆都係幫到手減少裂紋出現㗎。其實防開裂嘅油漆都不外乎係即係張力大啲啦。咁傳統上都有啊，有啲外牆漆咁樣，但係咧望上去就膠質又好重啊、粗鞋啲咁樣。我哋擺喺室內用啲膠質咁重嘅嘢，會唔會唔好睇？我當然唔好睇啦，咁所以外牆漆就真係用翻喺外牆好啦，因為太過粗啊、太過凸顯啊啲紋。咁你喺室內咧就用翻乳膠漆，但係一般乳膠漆就的確就幫唔到防爆呢個情況出現嘅。咁所以咧就新咧就有一啲好似呢啲咁冰島漆，佢本身咧張力重、結好多、厚身好多。咁但係咧望落個面咧係純啞光嘅，係唔反光嘅。咁所以睇落咧都好柔和、好舒服嘅。咁同啲新款啲嘅油漆咧，顏色選擇係有限嘅，但係呢隻咧睇落又唔係喎。係啦，睇落都有咁多，其實唔止咁多添。呢隻冰島漆咧有成22,000個顏色嘅，咁所以咧你可以慢慢喺度揀心目中嘅顏色。不過留意喎，其實唔同空間咧用唔同燈光咧，因為唔同嘅色溫咧呈現出嚟嘅顏色都唔同嘅。咁所以咧，不如你咧揀幾個顏色之後咧，我哋過去嗰部測色溫機咧，先至可以睇到顏色嘅真正面目嘅。亦都要提醒大家就係話，如果揀油漆嘅時候咧，都要決定好即係屋企嗰個燈啊係啲咩，揀好咗先。我正話就揀咗4隻啦，都幾 common 大家用嘅顏色嘅。但有陣時我見到板咧，真係眼見未為真喎，因為燈光都好大影響啊。係啊，唔同嘅燈光咧呈現顏色嘅效果係好唔同㗎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去買油漆嘅時候咧，咁啱間油漆鋪咧，好似有呢部咁嘅色溫機咧，到時去睇顏色咧就更加精準啦。可以測試一下，好似平時大部分嗰啲商店啊，都行白光嘅，出嚟嘅效果咧就會係咁樣喎。呢個白通常係會用喺 office 啊、學校啊嘅白光嘅。咁因為 LED 白光咧，通常都會俾人一個比較凍嘅感覺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以呢個色去對咧，我覺得未必準確嘅，因為住家用嘅都係用米光嘅。咁你可以睇下啦，而家白光咧轉成米光嘅效果咧係點樣啦？其實個顏色已經唔同咗，個環境個空間咧，其實感覺都係好光嘅、好精神嘅，但冇咗一種冰冷嘅顏色呈現出嚟。咁所以咧，記住咯，如果你想個廳係米光咧，就係咁嘅顏色。但如果好多人咧屋企間房咧係用黃光嘅，咁如果你揀咗啲顏色咧，你發覺咧一轉黃光咧，個色溫咧其實咧係好影響顏色嘅呈現㗎。哦，個黃就好黃啦，係啦，個顏色咧又瘀多咗1-2度啦。所以大家記住啦，揀顏色之前咧要先了解唔同房間、唔同燈光嘅色溫，先至過嚟揀顏色啦。已經有2桶實物喺度啦，咁啊打開即係你真係聞唔到平時乳膠漆嗰啲味喎。佢的確係冇味嘅，因為原材料咧係樹脂嚟嘅，即係唔係石油副產品啦，咁所以就冇重金屬啦，冇甲醛啦，冇 APEO， 即係一啲咧帶有害嘅影響人嘅荷爾蒙啦，影響人嘅生活能力嘅嘢啦。因為呢啲咧好多時油漆顏料都會有嘅嘢，佢都冇㗎。咁我哋真正做到純天然啦、冇味啦同埋環保嘅。呢隻真係幾結下㗎，我都。就係因為佢咁結，所以咧頭先所講咧，佢就會防止牆身冇咁容易爆裂啦。咁同埋咧，更加可以達到咧耐水耐磨嘅。再加上咧，佢仲可以防毛添。咁所以咧，越嚟越多人咧都會選用呢隻冰島漆㗎。